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埔里的竹仔山社区，为长辈来开新课程，特别来创一个家条，让长辈时代排班去饲鸡、顾鸡。这种室外课程，唔那较活泼，嘛加真趣味。来。社会时代摕金蕉饲鸡，有时嘛摸起来摸摸咧。饲鸡同时甲鸡互动，这是埔里镇竹仔山社区的学习互动课程，或者是大毋那伫室内学习，嘛当到室外享受丰富的学习趣味。帮他按摩啊，跟他互动，所以对老人家也很好，对鸡也很好。现在你来吃，甲鸡仔算安尼好？好啊，安怎讲好？安较快乐啊。友善家条是社区结合长照甲实农教育特别开辟的一个学习乐园，甲传统室内课程无共款，更较活泼兼趣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